外道者。摩诃僧指律卷17，大智度论卷56，大毗婆沙论卷4，异部宗轮论述记 P 1559。出家因缘经，请参阅出家缘经。出家做法，指有关出家受戒之做法。世尊以来即有关于出家受戒之规定，此类规定详载于诸部派之律藏监督部受戒监督中，印度部派佛道皆依从此类规定。然于我国，一般出家二众不仅依四分律受250戒、348戒，另须受梵网戒、瑜伽戒等之大乘戒，使能称为大乘僧。P 1560，出家阿舍，又作出家蛇。五种阿舍之一。阿舍为梵语 Syria 之音译，亦即师范。出家阿舍即指传戒时之戒师，又出家时所依之授业师，亦称出家阿舍。P 1560。出家悲，剃发出家时所唱诵之梵悲，又称悔行悲。法院诸陵卷22剃发部载有大53、448中悔行守至节，割爱摩所亲，弃加入圣道，愿度一切人之出家悲。诸德福田经、诸经要集卷4 P 1560。出家受净缘结魔仪轨全译卷，元代拔河斯巴集记，又作出家受净缘结魔仪范，根本说一切有不出家受净缘结魔仪范，收于大正藏第45册。本书旨在说明出家做法及受具足戒之做法。与义净义之根本说一切有部110结魔中之受具足戒做法相比较，
则本书所举之做法较为殷重，且于四依法文及四重境界之戒文增加甚多。此外，本书卷末附有根本说一切有不别除习学略法 ，P 1560。出家元经全译卷，东汉安世高译，又作出家因缘经，收于大正藏第17册。本经旨在说明毁犯五戒之罪报，即一、杀生，若犯此罪，则有恒常痛苦、怨怨不息、思虑多恶、见者不惧等12报；二、偷盗，若犯此罪，则有恒畏重疑、亲友恶逆等12报；三、邪淫，若犯此罪，则有世家不和、违败屈身等12报；四、妄语，若犯此罪，则有为人轻毁不起公诉，虽言有时人不奉用等12报；五、饮酒，若犯此罪，则有散尽财会、恶名遐迩等35恶报。P 1560。出席不带入，形容无常迅速之用语。出席指呼气，入指吸气。盖生死无常，呼气之际犹不能保证是否可安然致吸气。指官府行传弘诀卷7之3引大制度论位大46 374上有一比丘言：出席不保入席。佛言：是名精进，善修无常。往生要集卷上大84 43中经言出席不带入席，入席不带出席。参阅出入席1551 P 1560。